都爱起来。我就讲哦，阿父啊，爸爸哦，今日问你一个代志啊无？我讲哦，有一天哦，恁学校的同学，若去讲着恁爸爸过去因早啊食药仔啦，还是哦食毒，你要安那？我讲伊段话哦，我会记一世人。伊讲哦，伊会甲因的同学讲，讲哦，恁讲的迄个爸爸是因早的爸爸，毋是进听完然后认真趁钱饲完的爸爸。哇！哦，这个我觉得有这个代志记一世人。我讲哦，爸爸过去的好，甲你无关系；爸爸过去的歹，更加嘛，甲你无关系。所以我教囡仔拢是这个心态啊。我真佩服你，因为你愿意伫节目顶面，甲大家分享这段过去。是，我相信嘛会当鼓励到真侪，真正即马当咧面对困难的人，只要伊愿意改变，所有的代志拢有可能会发生。这歌名叫做《斗阵行》。咱来一步步一脚印，斗阵行落去，不惊任何阻碍，双手举起来。双手举起来！认真打拼的人，天路会疼痛，会出咱的气概，创造好未来。